哦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这么冷了，圣诞节前呢已经这么冷了。到美国华盛顿开荒的前线们很辛苦嘞。嗯，来看看南美洲巴拉圭，首都亚松森。那在南美洲呢？你看哦，一贯道要传到南美洲巴拉圭，还有成立一贯道总会呢。你看那么热了，南美洲呢？那么热，30几度了。嗯，太阳那个主要照射点到南回归线的话，那就是北半球的冬至啊。南半球是夏至，然后冬至一阴生在，不对，冬至一阳生，日渐长，夜渐短。因为太阳越往那个北回归线照的话，越热了。照到北回归线叫夏至啊。12月22号照到南回归线那是冬至。看南美洲这么热。